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迪。大家好，我是龙。你 Clubhouse 用2礼拜啊，对无？对。应该感觉啥款？趣味啦。看有介意就入去甲听听者，啦感觉还 OK， 就再看逛逛，踅踅咧。我看你定定伫顶悬呢。我掠跑。因为我定定拍开，我等下写我拍开看一下，想讲拢看到你伫顶悬。安尼不哩过来走吼。你定去看啥？听啥物房间？无安定咧，看伊的题目吼，若有介意，就加徛一下，加听歌。较有趣味就甲听。我想讲，定定一拍开就看你顶悬啊，无共款房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踅来踅去，敢若伫踅街安尼。甲大家往开讲安尼。开讲的部分吼，未真进步，慢慢来。我看你拢会上台去讲话，毋是吗？有。你会晓举手啊？毋是？会啦，举手会晓啦。就甲大家往开讲安尼。我前几工仔嘛，伫顶悬有开即个主题房间，或者宜兰的美食板豆料理啦。因为较早我食宜兰的板豆，真侪物件是，感觉较知影讲原来是外观起无的，像目前讲到包括高渣，包括西萝卜，这物件的一寡故事啦、做法，然后食谱主要是用即个宜兰大小的迄个餐厅，国宴厨师啦，国宴总铺师的即个。阿林西教的即个食谱，来甲大家分享安尼。我嘛甲伊讲，先莫入去听嘛，就要只要另外我听，有够好笑。专工搁整理起来，会甲你会特别甲你来用即个主题，反正做者几集啊安尼。所以后壁搁较济无共款的物件啦，其实包括糟饼，包括即个我讲糟饼咧。我讲可能吧，伊早讲。我听着拢是讲糟饼咧。是吗？反正有当时讲久的音变嘛，有可能啦。还有即个芋泥八宝芋泥，拢是较早宜兰伫咧做板豆的时阵，定伫使用的特别的料理啦，咱特殊的一寡物件。当然有当时顶半嘛有鸭掌啦，鸭掌敢若350嘛会看到。主要几项较特别的物件，个当讲酥饺嘛，酥饺嘛是酥饺嘛无介好做哦。我本来嘛毋知影讲酥饺是讲原来嘛是宜兰特别的物件啊。我本来想讲世界拢有讲，无咧，迄款的比较困难。迄阮一个亲戚伊吼，拢足功夫做的哦。其实拢是算手路菜，看起来细细粒啊，无啥。有甲伊订，伊才有写特别注文才会去做。咱当讲大部分拢是，除了西萝卜毋是啦，大部分拢是算大路对无？对。差不多出菜出甲中尾半中啊，才会开始出即个大路啊。较早拢是等即个古早，上兴食古早，所以拢会等。但后来南部人伫看古早时，拢会感觉讲足奇怪，想讲这是甜的。我讲你若台南人看啥物物件拢是甜的。尾食拢爱先甲伊建构一下，无疼死哟。外口看起来冷内底足烧的，来不及啊！虽然讲甲宜兰人的个性共款吼，外冷内热，外冷内热安尼，当然这有人安尼讲啦，总共是个外内底足烧的，较慢烧安尼啊。有机会来宜兰食着古早吼，千万爱注意，毋通去烫着喙齿。慢慢啊食，一小口一小口。对。好，今日咱嘛是还有一个即个人的老话留言吼，老话要来念一个，这是一个叫做 SICE198，我毋知伊这名要安怎念吼，伊就安尼写。伊是讲这是真好的即个台语单元吼，
分教育上新的单元，会当听到更较侪台湾本土的故事嘛，学到真侪台语的用法，甲这用词安尼。多谢介意，感谢这个酒吧，毋知头前到底是要安怎念。感谢你的这个老话吼，互阮一寡鼓励安尼，感谢你。谢谢啦。咱其实这集伫咧发布的时间吼，会是这个新历的8月3号，过5天了后，新历的这个8月8号是啥物日子？你知影无？你讲，佫毋知就害啊！父亲节对无？但是对了父亲节吼，这日以外咧，其实迄天嘛拄啊好吼，今年拄好是旧历的7月初1。所以咱讲7月初1鬼门开，大家话题拢是好兄弟吼。其实鬼月普渡是典型人慈悲啦，咱若心存正念，都万事如意。所以个吉祥月啦，对嘛，咱嘛拢慢慢来讲，这吉祥月吼，是慈悲月吼。可是普渡是一个慈悲的典型啦，所以嘛免讲伤惊。但是我嘛是有答应你讲啊。旧历7月的时阵，我甲你讲啊，我袂甲你讲几啊故事，我甲你答应。所以趁7月进前，今日来讲。无啦，其实嘛毋是讲真正，咱今日要讲。还好啦，咱然后心存正念啦 ，OK 啦。心存正念啦。其实咱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嘛，无算讲是真正几啊故事啦。论真讲起来，应该讲是即个地方过去的风俗，咱的风俗，也就是冥婚吼。我拄则甲你讲，我要讲冥婚这个主题。冥婚吼，咱一般吼做讲。安怎讲？香烟啊，伫咧宜兰吼，咱有几种讲法吼，包括东港仔婚，是安怎有做东港仔婚呐？咱们会讲着吼，包括咱们应该讲着吼，过来带香烟呐，带A狗仔某，嘛有人安尼讲，这是几个较接讲的讲法吼。那其实较早我有听讲伫咧全台湾宜兰的即个冥婚是我当用较国语的讲法，华语的讲法啦吼，主要是先我主要是通称啦，互大家先知影吼，后壁都。无啥用到即个事啊，冥婚的比例是上悬的吼，但大家知影一寡风俗啦，但是讲实在我嘛毋敢讲真正有偌了解吼。为着要来甲大家讲即个冥婚的一寡风俗内底细节吼，一寡较复杂的所在，我专讲做一寡功课啊，包括是即个学术的研究，嘛有请教一寡包括亲戚朋友有即款经验的人，像知影你无问无答见哦，一问全是哦。我所有问到的吼，只要40岁以上的宜兰人，无一个是完全无听讲有亲戚朋友甲这有关系。一般拢真，就算你问到的人伊无，但是一定有亲戚朋友。伊的亲戚嘛有嘿，对，一定有这个经验安尼。所以就厉害的所以甚至我有去凊彩问吼，拄着人，我拄着朋友讲，问即个冥婚的代志吼，伊就讲我都有唱带香烟啊，一问到伊就是本人安尼，我本人就有安尼，无就是讲阮兜就有啊，吼，比如讲阮翁有带安尼，所以又知影讲伫宜兰即款东港仔婚的比例有偌高，带香烟但是咱嘛要先讲清楚吼，宜兰即个冥婚吼，伊毋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即款捡红包吼，毋是捡红包即款的方式。好，咱拄仔讲的冥婚，主要就是咱咧讲的做东港仔婚。这东港婚其实就是一款明媒正娶啦，或是议婚诶。咱即款的咧讲即个风俗进前吼，咱先了解即款是安怎什么情形下会有即款结即款婚的需求吼，包括男方甲女方拢无共款。咱先来讲女方的部分，有几个情形下也需要来结即款婚吼。咱续来要讲的这几款情形吼，其实背后拢有一个女方来讲吼，拢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时代一个传统。查甫一出世其实就算一房。等甲你，就算你出世吼3个月就夭寿，也就是还袂赴大汉，你就往生啊。日后你的名共款会写伫公妈牌顶面。顺便来补充一下，咱讲夭寿，夭寿就是夭折啦，夭折吼，早死的意思。第一名早死的意思，当嘛会使当做人定摕救惨别人骂人的方式来讲夭寿哦，当然嘛是一个讲法啦。但是其实夭寿原本的意思就是讲你早死早夭折。但是即嘛是讲骂啊，咱当当做骂人的话。
啊，话讲倒来，今日若是倒讲是查甫囡仔嘛，吼，你只要一出世就算一棒。但是今日你若是查某囡仔吼，你足早就夭折去啊，这都无共啊吼，因为查某是无算棒诶，伊爱嫁翁了后算是别人兜诶，死后才有法度踩伫别人兜诶公妈因为讲厝诶无菜姑啦，互后人来祭拜，姑就是咱讲查囝孤魂野鬼诶孤嘛是迄个姑娘诶姑，共款意思是讲无菜，所以有时有姑娘庙嘛，吼，即款就你才送去遐安尼。吼，一般即个情形，若你经查某囡仔较早就来过身吼，伫厝内像即个灶骹诶是壁角，就会踩一个灯光啊来拜，吼，因为你袂使放伫红架桌顶吼。所以有诶人较高讲，可能再个加一个篮，也是加一个地啊，吼缀起来吊起来嘛有。嘿，那一直到讲感觉讲啊，差不多岁数啊，吼，就是讲会通结婚诶岁数啊，甲来准备替来讲一个结婚诶代志吼。那一般过去差不多14岁以上啦，你要用即个咱用间诶即个岁数来算诶时阵，差不多14岁以上都会使开始来讲即个亲情诶代志啊。或者是头一款咱讲自细汉就早就过身的即款的。第二款就是你已经较大汉啦，吼，比如讲，反正你已经10外岁啊、20岁啊，啊未结婚，吼，共款拢是未结婚，但是去拄着像车祸啦、破病啦即款的原因来往生，啊，但是你因为对讲岁数已经有到即个适婚的时阵啊，吼，所以这嘛是一款吼，往生了。爸母就想讲啊，想要替你找一门亲事吼，至少互你会使完成，该完成的代志爱完成。所以怎样讲，过去拢定定认为讲，查某囡仔结婚这件代志是一定爱完成，这是较可能的所在啦。吼，第三款就较特殊一丝吼，这就是讲，比如讲，伫咧前两款的情形下，本来厝内的人吼，无一定有想要替伊找翁吼，反正。有的人会认为讲啊，无要紧啊，咱都厝诶讲愿意拜啥拢无要紧哦，无一定讲伊要照即个禁忌，照即个风俗。但是即个查某囡仔家己想要嫁翁，所以伊就会去讨，会去催，伊会讨，所以伊还是有诶连人都甲你找好啊。有，所以可能得甲厝内人半暝来托梦讲我想嫁翁。有真是有安尼哦。有人都啊，你厝内都大家困哦，都查某囝一直来讲我要嫁翁啊，你小翁哦，所以小翁对较无好听啦。吼，当时总共就个想要嫁翁啊，哦，所以就家己甚至家己找好，吼，你就照伊诶指示去找看觅，反正你就会拄着安尼。好，第四款上尾一款，就是譬如讲一对即个情人你交往吼，啊男女朋友嘛，啊因可能甚至跟伫要准备要结婚啊，你讲准备你亲情诶代志啊，啊煞去拄着像车祸即款诶意外，那查某囡仔死去，但查甫无死，两边诶即个家长吼是大可能想讲啊，厝内人嘛拢同意啊，确实感情真好嘛，准备要结婚啊，都有可能互因来完婚，哦，这是另外一个，即款是。较悲伤啦，但是嘛，即款情形嘛有吼，你看新闻上加减拢有，但即款就甲灯光婚就较小可无共款啦。当然嘛是会猜啦，嘛是会猜即个灯光顶顶吼，但是甲过去咱都讲，因为早夭必须爱猜起来，较无共款性质啦。所以即款的冥婚其实甲现代嘛拢还佫有啦，因为当时是感情啊顶顶的问题吼，这个都无共款。啊，这是女方的需求吼，伊需要结即个婚的需求，但是那男方这边是安怎想要娶香的呢？这就奇怪，你大家嘛会惊对无？大家都讲啊，无伫路捡红包，虽然既然是无伫捡红包啦吼，是安那其实嘛有几款原因吼。第一就是你有双母命啊，对，有听你讲。有诶查甫囡仔细汉时就互人去算命嘛，人讲命者为行，骨上天生之成，所以命中注定也。温家流年变化数时不动，所谓时来运转呀。所以你有你的命，啊嘛有你的运，吼命甲运是无共款的。所以算命先甲你的八字摕来屈指一算，讲哎呀，这会娶两个某，这个爱双某啦，这两个大某细娶两个某，这双某命吼。所以为着避免以后来离婚，有一款就是会离婚，啊无是大某细规工安尼，你厝安尼玩吼，所以没办法，无毋对，所以就会替伊娶一个未离婚的下交阿某，保证未冤家，所以。都有这个想法，像我真正熟悉伫住伫所
吼，一个钟无秋先生吼，钟无秋老师伊是地方的这个历史的研究者。几落年前我其实捌想要找伊来演讲，想要到拄好活动1个月前伊就煞来过身啊，真无彩吼。捌看过，捌听过伊一届的这个演讲，我真介意，所以邀请伊来演讲，感觉拄好都几落年前的代志。啊，像因二兄就是去算命的时阵，算命先就讲啊，你这有想某命吼，所以带一个某本来是无想遐济哦，大汉嘛无伫管这个代志啊。带一个某了过10多年啊，已经过10多年开始，即件代志袂记了。但是甲迄个会所说40通会啊开始。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就发生啊，所以一直就奇怪，就无顺利的。啊，甲想起讲啊，算命捌讲过即件代志，啊，拄好这时阵有媒人来介绍，所以宜兰的即个东港啊，分明婚吼，是其实是传香的，那是有即个媒人会伫内底斗相共的，所以即个代志遐讲定安尼。即钟无秋老师吼，伊是有4个阿兄甲5个阿姊，就讲因兜总共10个囡仔就对啊嘛，生真济，人口真济。其中3个阿兄甲3个姊夫拢有传香的呐。哦，就老济啦，安尼你亲情拢比人较济咧，亲情要求济，因为这。娶了你爱个甲对方爱来去，对对对，爱来去，正式安尼哦吼。对，这咱后壁嘛讲着讲娶了的一寡风俗吼，所以你看宜兰过去即款风俗偌生行，吼，但是当然毋是敢若有双某命即款的哦，3个某4个某的嘛有哦，有人娶过来的咧。是哦，伫咧即个记录内底真侪人，有的人是一算就跟你3个某4个某。基本是讲做娶了吼，事业较顺遂啊。有的人讲个保庇，所以咱就讲到第2款的即个方式的原因吼，啥人想要娶香的，那都是改运势。对啦，有的人感觉讲，我原本都日子拢过了好好咧，毋知是安怎吼，开始有一款落水的感觉，真无顺遂啊。咱讲落事业啦，家庭啦，落水也是要讲落水，咱有在嘛讲落艺术感款，咱定讲家济人济嘛吼，敢若钓济安尼，敢若钓济安尼，啥物代志拢无顺遂啊，甲蔓延开来呢，伊个应该拖开，歹代志一直拖出来安尼就感觉吼，所以说钓济落水拢会使，落济嘛拢使。可能跟反正感觉讲啊，是毋是卡着音吼，运势变足歹安尼，甚至是讲身体各种问题，你看医生看袂出嘛，医袂好，定有即款的情形吼，所以就希望讲啊，透过即个传香的那方式来改运，嘛有即款的讲法。好，过来第3款，咱第3款甲即个头前咱讲女方的情形是共款，就是情人男女朋友做伙发生意外，当然嘛有迄款是讲。女朋友本身个人出门也是安那发生意外的案例嘛有，吼，这嘛有，反正就是讲因两个是感情真好，已经交往啊，甲一个程度啊，一个抗战啊，吼，所以这个查某过身了，所以查某有活着，所以就是感情上好，希望讲会使娶女方做某，吼，这是几个大概的方式，吼，就是安尼。那么大概甲这个女方男方是安那愿意来结这个婚，吼，做这个冥婚这个代志，拢甲讲过，吼，所以说了咱就爱来了解讲。既然无法度捡红包，这个亲事是为倒遐找来的。吼，你大家一定想讲足奇怪，啊！你既然无法度你落去捡红包，你总袂使无代表是讲，你要娶一个死人做某，你一定会得死人无？大家你讲足奇怪，对无？有几款方式吼，包括第1款就是放风声。啊，对啦，无一定拢会媒人啦，放风声。然后咱有厝内有即款就袂出嫁吼，就过身的查某囡仔吼，即马有想要嫁啊，想要嫁出去，因爸母就会四界去帮伊探听，啊嘛会透过一寡厝边隔壁啊，亲戚朋友讲啊，都有即个查某囡仔啊。当然早就过身啦，吼，所以甲岁数嘛高啊，想讲有人要放风声，甲厝边仔讲者吼，啊，阮遮有一个单要嫁啊，无毋对，吼，放风声啊，因都会四界看来看去都会互相去问，啊，因咱知影讲过去即个风俗真死行，所以其实要问着嘛无较困难，大家基本拢会注意着哦，有人讲愿意娶，有人讲愿意嫁，啊，就我听讲搭一家吼有即个代志啊，无你要去讨论看觅无？啊，找一个变卖人安尼，嘿，即款的。就是安尼吼，啊，咱这是正式有媒人诶。那拄好有团甲讲，即个想要娶香烟的，想娶香烟的人才去吼，都即个人就来出来讲亲情呢。第2款就是咱当讲有媒人的吼，毋是变媒人，是真正专工伫做即个工作，专人来负责的吼，就是媒人部啊。会去探听，啊，恁遐有些人要娶，要娶香烟啊，啊，是讲倒遐有
查甫的吼，拢会。因为有当时啊，你透过即个风声传出去吼，嘛毋知影等到伫当时啦。有诶人就是嘛较无爱讲四界去互人知，会去探听啦。所以即时阵你着爱靠媒人报啊。媒人佫有分有一款是平常时一般做外婚诶吼，一般人会结婚诶吼。啊，若有人来问，也是有知影，着记录落来，吼，有一个小本本写伫簿底。像即摆用电脑来记载安尼，用电脑手机啊伫记啊吼。啊，若有机会讲有人来问吼，啊，再来看即个红线，着顺续做一寡功德啦。我嘛有另外一款，就是专门伫做即个冥婚做当讲啊婚传香烟的媒人，专门做这。像我刚讲即个钟宝秋老师吼，伊诶其中一个姊我若无记毋着，就伫做即个工课吼。因为因兜太济啊，已经有经验啊，真有经验。当然你若要靠即道来转嫁，可能真拼咧啊，因为毕竟无坐甲嘛，无可能像一般的外婚做业余啦。啊，其实主要就是讲一种做功德，嘿啦，兼的啦。过来第三款就是讲，你若有即个过身的查某囡仔有姊妹啊，啊，早就会先讲好讲啊，毋管你是阿姊还是小妹啦，反正你只要你即个活在世的即个查某囡仔吼，你有结婚的对象要结婚啊，你即个对方查甫这边就是两个拢爱娶吼，姊妹啊做伙娶走安尼吼，即款例嘛真济。有啦，有诶是较尾啊。我知影有诶是较尾后壁讲啊，确实有。讲有需要爱甲嫁啊，就是讲敢若斗也无啥顺势啊，是安那去一问啊，小妹啦，抑佫一个小妹无嫁，啊，然做伙佫娶过来嘛，真济安尼。啊，讲好啦，甲姊妹啊，共一个安尼。提醒一个就是讲，毋管你安怎讲吼，就是就算嫁来是小妹，真正入来了后咧，伊就变大爸吼，死者为代吼，咱就安尼讲吼。所以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吼。啊，像顶即摆我都问着一个人讲，因小妹仔早就过身啊，吼因翁就是娶伊甲娶因小妹仔。是安尼，我确实嘛有问着即款例。我嘛有朋友嘛安尼。系啊，我知影，所以就是真特别伫遮啊。即个情形特别的注意吼，特别注意就是讲，会出现一款情形，因为当个人较晚婚，较晚结婚，所以就出现讲啊，比如讲阿姊细汉就过身，嘛有即款的。啊，小妹仔想讲啊，无紧，等小妹仔大汉了后做伙嫁就好啊。像咱一万年，小妹已经40外岁，还佫无要嫁，搭地着。那边啦。啊，你莫讲恁爸母讲挡袂牢吼，恁阿姊可能先挡袂牢，阿姊等规半保等40年啊，你佫无要结婚安尼。所以只好即个爸母就来去甲阿姊烧香，大姊已经过身，即个大姊就烧香甲讲啊，你若想要嫁吼，你可能家己去找啊，无我都问你小妹啊。个过无偌久，真正都有人找上门啊。阿姊就家己真正去找，阿姊可能忍来真久啊，可能就真正去找啊。那一寡即个线索对就讲啊，无毋对就是伊啊，安尼就亲像就讲成啊。讲成小妹有对你去无？对你嫁？伊就是单纯香烟啊，都毋是小妹本身的对象，小妹都无想要结婚啊。所以阿姊挡袂牢，阿姊只有家己去找。本来是想讲等小妹啊，想要等袂着。我因小妹，咱知影我无安尼。所以就像即款的情形嘛，有啦，捌听过。所以像我家己伫即个市场吼，内底嘛像即款的例，而且有3个单位吼，这3家无共款吼。因拢有亲情关系，其中一间是伊即个查某囡仔吼，就是头家娘的查某囝已经车祸过身无伫哩啊，无伫了嘛，希望讲会使有互伊结婚有一个拜位安尼，有人甲伊服侍啊，所以就嫁互另外一个一间就对嘛，是拄好伫我市场内底单位的人就对啊，囝就对大汉囝，即大汉囝就原本就结婚啊，因某。嘛是伫市场食头路，佮另外一档，总共有3档嘛，所以讲，比如讲咱头一档做第一档好啊，就是查某囡仔已经过身啊，即个，第二档就是即个南方这边，第三档就是南方的某，在世某就用世某就对，外某啦，嘛一档算第三档呢，所以。第三档因结婚了，第三档其实就爱认第一档即个查某囡仔，因变做阿姊啊嘛，所以伊的老母你爱认做，所以伊的老母你都爱认做老母，认做客母，因关系就好哦。对我嘛就是讲，这是因查某囝。安尼哦。但是即个第三档外母，当已经甲因翁离婚啊。哇，安尼变哪里？安尼到底即个老母要认无认呢？嘛有人怎样提哦？我毋知影其他案例，但是即个案例内底，因为因关系就好，因为其实讲实在，像即款定定讲
案例来讲，真侪案例是讲，这客母这边吼，其实拢真正会甲这个新妇吼，毋是讲亲查某囝啦，客查某囝当做家己的查某囝来，所以查某囝嘛无伫哩啊嘛，所以其实嘛真亲，所以关系真好，所以因甲当就都算离婚啊，关系甲当嘛是真好。这是真特别的所在。啊，等于讲因内底还佫亲家讲，比如讲第二档就是这个查甫嘛，所以第二档这因 A 高某 A 高某是无法度离婚的，所以因袂是无缘的囝婿啊，对无？因为第一档查某囡仔嫁互伊无离婚啊。我知啊，但是有的人嘛会离的，有哦，有这个哦。目前我是无看到这个的，我这边对着是无这个的，所以因那个算是亲家，所以内底关系就足复杂啊。啊，等于讲隔壁档，但是已经离婚啊。而且趣味是讲，讲人八卦安尼咁好。这个第二档，当讲第二档，这个查甫的妈妈，妈妈嘛拢伫市场内底第二档，伫做事安尼。啊，原本甲第三档这个新妇关系佫无讲遐好，离婚了颠倒关系变足好，所以我老爹我白想就说，所以因当是离婚啊吗？啊是啊，这是因查某囝，佫讲毋是查某囝，啊到底是安怎？甲我问个怎讲？原来就是因为娶乡的那这样的关系，的关系啦，对，安尼离婚话较好。我嘛毋知是安怎，但是因这内底关系真特别吼，其实。咱后一集嘛讲着，因为我即届有甲切做2集来讲，因为我讲即个物件，希望讲互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讲宜兰其实伫带即个同工啊婚即个物件，第一足济，第二是甲咱一般认为的即个捡红包是无共款的。对啦，迄个情形无共，所以后壁包括一寡风俗仪式吼，包括要安怎洞房吼，即个部分咱会伫下一集互大家知影。但这集先互大家了解讲原来是依然有即款的情形，毋若济，而且济届你会惊着你呢。所以你要有机会来到宜兰吼，有宜兰熟悉宜兰的朋友，若较少年的人你无一定问会着吼，大家无一定知影。但是你问小可有会，还是讲叫你较少年的朋友去问因老爸老母。伊若是汉人来讲啦，原住民咱都莫讲，因为这风俗无共款。但是若是汉人来讲，其实这个风俗非常之济。我的身边有2个，一个朋友，一个亲戚，拢有带香烟啊。我拢袂记敢问咧，我讲恁同房花烛迄天有啥物感受？对啊，同房花烛啊。我有问过一个，连刚有机会，我想爱来甲伊请教的。咱这先会使先透露一下，就是基本上爱困3工啦，我毋知哦，我毋知我。这个3工我有问到一个是因为伫我市场内底有一个本身都有带香烟啊，应该是因某的阿姊也是小妹可能是这款的。伊就真正有困3工。伊讲伊本来嘛想讲伊看会使看到啥无，伊讲拢无啦。伊本人是拢无拄着。但是到底这洞房内底放什么物件爱摆什么物件，你要安怎困，拢有伊的规矩。洞房内底就是原始的某袂使伫内底困着啦。所以有啥物发生，迄爱问男主角咯。这个细节咱后一礼拜大家来介绍一下，互大家了解讲到底是有啥物款的较趣味的所在，趣味我嘛毋知影，我是希望莫拄着啦。好啦，因为咱时间嘛有限吼，咱即个切2集即个时间我再尽量甲莫用留伤长吼，所以即个宜兰同工仔婚的一寡情形先，互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后一集咱就会来进入大家可能更较好奇仪式的部分。包括即个结婚当天的准备啥，伊的整个过程还有伊的上重点的洞房花烛夜，咱都要讲洞房花烛夜到底要安怎甲即个鬼仔某先困斗阵所以你当做带倒来厝拜拜都无代志啊嘛，无遐尔简单好，咱今日节目就到这为止。那想要知影更较侪宜兰的同工仔婚的细节，后礼拜毋通袂记得爱点开亚特聊聊天台语话故事来收听。这一集的内容，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 顶管留话互我。另外，买当到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跟我互动。我来小红子有啥物要跟大家讲的吗？期待后回分解。好，期待咱后回再相会，后礼拜再相会，拜拜。拜拜。